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即马健保医疗制度实在真便利，医生替病人看病了，随开药啊，病人就当随领到药啊，无亲像过去都要去附近的西药房或者是汉药店拆药啊、夹药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夹读稿啊夹第4条夹药啊的夹。夹过去是讲互汉医看调配汉药的意思。换看来讲，目前去看西医，医生开药啊，嘛会讲是拆药啊、夹药啊。也毋过现代大部分的病院甲诊所已经有西药房药局，去领药啊、摕药啊这个动作，嘛有人讲是夹药啊。另外，这个夹嘛会当讲是接起来、补起来意思，像讲接线，咱讲是夹盆、夹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夹芳，这意思是讲物件添起来了后，接起来芳。第二个词读做夹做，意思是做家具的师傅，像咱讲是夹做师傅，也就是木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专门卖布的文创产品店，车格真有特色，夹做师傅的功夫真有路。另外卖布料小夹，完全看袂出来夹芳，亲像是艺术品同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夹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